歡迎大家出席由資本雜誌舉辦資本傑出人工智能及科技大獎2025頒獎典禮。咁呢個頒獎典禮咧，就唔單止係一個肯定，亦都係體現咗香港創科企業喺 AI 方面嘅實力嘅。咁啊 AI 其實喺新質生產力上面係一個核心嘅要素嚟嘅，對香港嘅數字經濟嘅發展呢，亦都係非常之重要。今日嚟到呢個頒獎典禮，當然第一件事就係祝賀各個企業，亦都係希望大家鼓勵大家繼續去追求卓越，一齊為香港嘅 AI 發展努力。咁亦都祝願今日呢個典禮圓滿成功。AI 已經係即係全球一個大趨勢啦。頭先好似阿胡專員所講，喺施政報告裏邊咧，亦都提出咗要審慎推出呢個 AI Plus 嘅發展。咁啊，全方位嚟到幫助香港喺全球舞台上邊持續提升呢個競爭力。相信香港呢係要成為呢個國際 AI 同埋數據產業樞紐嘅目標呢，唔會太遠㗎啦。今日好高興呢係有10家企業呢係獲得不同領域嘅獎項。佢哋都係喺人工智能應用上邊同埋創新上邊咧係表現出眾嘅。創新唔單止帶嚟經濟效益，亦都係造就咗更加便利、更加美好嘅生活。希望各位得獎者繼續勇於突破，帶領產業咧係邁向更高質量嘅發展，為社會帶嚟更多創新解決方案。